你们也黑嘛？你了报名了呀？太满意了，太满意了。本来是你来报名叫做 emo 咯。来，他的全名讲一下。孙敬新，今天很衰，林维很衰。这两个人都在抱怨这个。去纽西兰念酒店管理，超贵，那个真的超贵，是不是？叫干爹啊！妹妹，你放错地方了。静心，所以你要来吧，静心。对，静山在那边搞笑，静山已经手叉腰了。因为我不能吃笔管面，所以我海鲜应该比较多吧。没有人点女主持人是虾壳的啦，不行。男主持人是可立可嘛？对，我刚刚就会摆低咯。啊，猪油咧，猪油帮。终于好感人，见老猪有破病态。人家讲人家肚脐冇红起来。白酒吗？所以我们有利用刚刚这个啤酒，这边的酒没有带白酒，对，我忘记。早上喝掉了。没有，昨天晚上喝掉。昨天晚上。所以你要两种都会冰水泡。对，有偏辣哦。哎，有点 healthy 呢。为什么？这怎么真的？因为人家贵如一些血咯。Hello，各位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明珠。宋百強。你看，今年呢度都有金子安獎，嗱，喺下度講一下。啲特別呢係到太蟹，講到太蟹，一般來講都上到乜界？豆腐乾。冇唔錯，唔過呢，其實太蟹啊，特別還有另外一個特產哦，就係快菜。它小弟對不對？快菜、油菜啦，係到你一片當酒名哦。冇唔錯，嗰種咧當然啊，佢喺到9月份嘅時節會開花，睇下有很叫啊，講嘅反都9月雪。哦，9月雪就是韭菜的韭。對，而且因為佢開花越拍色咧。係啊，不過你一片主料就該油菜花枝啊，你看後背，該附近就這樣吼，該當個嘅上檔哦，還有該種。白色嘅飯地係麻法，油通法。你看那個環境步道，你還會所寫到大溪中莊調整池，你還有幾座皮用嘅嗰種水庫，譬如講啊北北桃啊，又想起要摸學區街了，它就可以去支援。那還有朋友看到你要在吊橋嗎？動衝。堂哥喺講禮拜六呢時會像接力一樣，哎呦，哦，大家就會起上茶都要打畢業了。或者你們平時看不完抖你，要不然禮拜六、禮拜天來的話，我跟你說這風景啊，就不是橋了。哎，後面就是人山人海。你真很懂我哎。哎呀，沒辦法，夫妻5年的年團，就是人山人海了。好了，先來分享到給咩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安利安玉鳳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嘅，大家好。阿鳳哥今日上課又睇咯，一個活動啊。哦，好，就過嚟分享到係林順志林師傅。大家好。歡迎。馬上來分享到風吹潛水站呢，佢係媽媽同妹嘅強下來啊，特別嘅比賽哦。藍明志，先生分享啦。好，你下看到攬出嚟一片係柴田煙咯，來自台海嘅阿基拉外線青梅花種煙。歡迎。大家好。先來問看下你風吹，係都八地係冇？哎，八地嘅特別有推薦嘛？個好高好色好料嘅冇？因為城市快餐啦，記得嘅cái牛肉吼非凡動好先，學到cái手拳嘅嗰個工廠啊，學到嘅較個便宜，但是生意當好係嘛？生意當好。自助餐嘅做冇？沒自助餐呢，係要套餐啊，哦，套餐快餐哦，因為人了解喏。可以賣啊，就我哋小學係幾件賣啊。對，就是你一談起來係只有效嘅故事啦。沒關於一個老闆跟股東嘅故事。哦，沒。像嗰啲土筍哈，好冇慳，冇條掉出去賣咗賣真係，它旁邊。係啊，旁邊啦。好，不過我都了解一下台海呢一片哦，除了解下小解這種中莊吊橋附送醬之外，還有埋景點啊，也係好食好料做老細推薦。來到大溪高尾洞洞。又山豬湖，又落羽松，又錦鯉，又水草，還有那個台灣藍雀。啊，這你本身係講西人腔係嗎？講西人呐。那你講西人就好了啊。可是我西人匯豐全走得啦。我兩邊全走得。不過你看起來今日有啲緊張哦。係呀。那你沒有去？你剛剛小該時候才去那個身心靈表送一下。冇去通，最近太忙了。今日外線。
康工係台廚師哦。嘿嘿嘿，好，私廚的廚師對不對？師傅哦，對名義龍沙可能他。你們應該就是小雞牙嘅店就走的啊。對啊，平常都是接熟客預約或者熟客介紹。那我們夠熟嗎？可以。阿姨說。一聽你兩秒一款到。好啦，本人睇次眼你嚟到桃園 T， 其實係參考我們建議嘅人嘅名單去行了一下。唔過馬上就會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色色變好菜，兩嘴用剪刀塞頭部嘅方式，輪定學變上地度嘅食材，撒定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做出無窮樣嘅變化。先來兩嘴會抖出乜嘅好明星呢？一家之主搶下來吃好菜咯。要到一家之主，我搶下來開變上嘅時間，都睇下有乜嘅鐵傘呢？會到下地度冇？哦，講到重點咧，熱天我要乜嘅咯？哇，你眼睇嘅咧係暗瘡，哦好大啊就去看過那種炭烤嗰種，嗯。它就連下背這種大黑豆乾、台海五條哦。大黑豆乾，然後這個是意麵，哦。河南嗰種，哦，還有這個甜不辣，哦，還有高麗菜，有韭菜，你看快槍就小雞豆誒，對。韭菜法9月雪部分，我今年咩韭菜法咧，蛋香韭菜田，然後沙茶醬，哦。你係芥蘭條咱買嘅係啊，醃鵪鶉蛋，一下背你係三角嘅油豆腐，哇，點解要兩紅都豆腐誒？係啊係啊，哎呦，大家要看詳細來咧哦。等下呢就想小組討論咯，吼。你一罐吼，對你用沙來講就挺冇問題，因為你是實力擔當，你是美學擔當，哦，跟他沒關係。哦，你是甜手甜甜哦。有上好等下拿嘛幹嘛？南昌高麗菜、韭菜、快菜、豆腐乾、你係西紅，好。有沒有特別喜歡愛嘅食材？高麗菜，高麗菜，還有這個韭菜，我們要做素的是？香洋葱，洋葱，還有油豆腐沒做，油豆腐，沒有豆腐乾，你們吃膩了是？哎，對，大師太多了。但按用懂明確法，有上好菜色法，大家就你體管先有變樣來，猜拳猜樣，就這先拿嗰種靠本人拿走誒。係啊，從煙囪個東靠就本人拿走，先拿嘅，好冇？好。假使又紅本莫為是萬一，冇個鵪鶉蛋，鵪鶉蛋，好，鵪鶉蛋做的。聽私廚的猛炒，來，小本啊，加油！集氣一下哈，來，加油！馬上就會先猜拳挑戰一下嘍。好，先拍子第第一棒，木一把的，你媽媽先單三記，好來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。哦，來宣布得獎感言。沒關係。哦，好高興哦，好歡喜。哦，媽姐說了，先都選食材。好，你把進我嘛高麗菜，哎，高麗菜，又辣了哈。辣嘞，任葱，任葱，不行。你們想要是不是？是啊，任葱，不是菜一次選一樣嘛？對啊，菜一次選一樣嘛。好了，你肉你剛才不用。別說我們老，給你。好，謝謝。一點都不老。想說，哎，剛才咩講我本來。好來，哎，你有師傅來，把藍進拿這。讓我們再看一下吧，看一下。好。不敢，甜不辣。沙茶有嗎？哦，回來跟我想的不一樣。哎，老實講哦，該散紅哦，哎，你都沒想那麼久，結果我們都不要。早跟我們講。沒有我想的。聽一位搶就位，來第二位請就位。彩圈哈，彩圈。加油加油！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。哎呦 ，yes， 我們是煮菜厲害，先說。韭菜很久買。可能煮食麼啊？哎呀，這是時亂麵吶。我們沒有主食啊，這沒有主食。麵啊。麵啊。麵係甜不辣沒做得啦。哦，我甜不辣我的呀。做得。好吃啊！哎，兩動物性的係啊。等下吧。自廚什麼都可以嘛。哎呀，對，自廚還是需要食材的，各位。還有乜嘅？豆腐，油豆腐。還有乜嘅？鵪鶉蛋。就想說就近拿那個。妹，比較方便。我們4樣全部全部選到嘞。沒關係，哎，你風吹沒當強哎哈，風吹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咯！好，接下來談看下藍翠的一片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好，兩隊都已經準備好勢，馬上出嚟比賽嘞！
呢？16點都係菜題食菜呢，你看。大姐，我觉得哈，你先了懂后，哎呀我觉得她很有一种很福气的脸，会有就像是客家小炒配菜啊。係咯，對個豆腐乾啊，對啊甜不辣飯就係腰乾甜啊。不用切到完了吗？都可以啊，多多的用，多你的。看你要用多少的量？莫想加滿下，做乜個豆腐乾撈甜不辣味，按用切啊？给那个白的好泡好白哈，好香啊！你做粉没弄没？那你呀咯哈这，是女儿跟妈妈的刀工大对决。你兩沙挑白就強下煮菜嘛？鸡毛煮菜，哦，借机抱怨哦。來找他來。不是，本來大女兒來的，給她挖個頭掉。哦，等一下，我要訪問一下這位美女。先不要，先不用，不要嘛。剛剛媽媽這種爆料，你有什麼感想嗎？我跟你就只是觉得今天很衰，临危受很衰命。這兩個人都在抱怨那個小孩這樣。不是，等下你有之後，因為我自己很喜歡標，你們不標我一就凍好標，嘿，對啊，銀珠凍好但是標。上正門一下講，在豆腐乾切到泡泡吼，人家剪係輸掉嘅生意吼，我是機會難切咯。唔會啦，那種唔會啦，你豆腐豆腐乾會爛。我發現我在嚇你。啊，我咩黑他是開壞人。他說我未合大。你們你黑曼你來報名的呀？太摸伊啦，太摸伊啦。雞妹狗面叫個雞摸咯。摸來，他的全名講一下。孫靜心，孫靜心小姐。哎，大會廣播，大會廣播，英勇的摸咯。你別不能不該哎，你吃都跳啊！切嘞，你不用接着切東西來療癒自己。甜不辣下來咪標麼？甜不辣哎怎麼做嘞我？覺得甜不辣可以再多一點呢。不用那麼多啦，你韭菜炒一下會先把縮水甜不辣放進去。對，啊，先不應標一下好嗎？好，等下狗都轉來哈。好，厲害了。哦，我摩天魚學私廚，我哋一下做得到動圈的氣力來看私廚的表現，這個是花多少錢都沒辦法的呢。真的。高麗菜是見到你燙咧嚇，家下吼中原第一香港嘅食材就係高麗菜。哦。想問一下，你講你一下到台海兩片哦，你說做私廚3年，你有遇過什麼特別的客人啊？或者說怎麼會選在大溪？特別的客人就是他們很喜歡釣魚，他們通常都會釣一些自己釣來給你。對奇特的魚貨，各式各樣的海產。然後一進來的時候就說釣魚釣到什麼魚？哎，會這樣子嗎？可能是小朋友，我們家小朋友哎，在唱。你不用那麼緊張，你有小孩了。對，我有2個小孩。等一下，你進度太，你看上面 CGS 可以試出有用神啊！你去外國去到那道 V 通嘛該？去紐西蘭念酒店管理。哇，真的超貴是不是？那叫乾爹啊！確定。妹妹，你放錯地方了。靜心，所以你要來吧，靜心。對，靜山在那邊搞笑，靜山已經手叉腰了。藏秘密的招式在。哦，他可多秘密了哦，他老婆都不知道。比方說口袋裡都有手套。對。那我們除了燙好這個高麗菜之後，還我們等一下要蒜頭跟蔥，然後爆香之後，然後炒香我們的香腸跟油豆腐。來，趕快加緊，趕快有時間哦，哈。哎，跟阿姨咧，愛中法，哦，對啦，棉花惹草愛啊，中法，花哎，愛中法中你是當年的迷迭香、百里香、九層塔，九層塔現在東越小。哦，我要的師傅好給懂好呢，他每次都會帶食用花。哦有，那就用花美就種哦。有，我還有日本之音，那可以放都有特殊香料，很油。哦，所以你兩沙就給合作。有。所以你的店裡面有什麼引進阿姨的什麼食用花一些香料啊，像檸檬百里香啊、貓薄荷啊、巧克力薄荷啊。好，哎，我們先過去。好，先不應別講。都進來哈。先炒香腸。哦，你要調比例係麼？對。沙茶醬我咁呢部要湯撈頭椒係啊，家下加係飲又係湯。飲啦。飲嗬。係啦。啊頭椒要辣鹹咪係加沙茶醬要飲。不要炒一下？先不用攞來炒好冇？沙茶醬先那個放下來。沙茶炒一下下香哦。其實係咪用沙茶基本性嘅油咪凍香？凍，所以要混在一起，先讓它炒一下。沙茶醬我先炒個下香。我覺得還是太少了。
这样还在炒？对啊。因为你该第一粒菜，你该韭菜喺度平下来炒。对，韭菜佢本身的梅啊，冻葱啊，所以要用沙茶一个。妹妹，你放错地方了。静心，所以你要来吧，静心。对。静心没来，静心没来，静山在那边搞笑。等一下，我们先把这个这被骂，等下要不会扣分，我也该举哀啊。我该做咧冰下去咧，我冰点水，等下冰点水熟咧。哦，向面吹到冰点水。哦，韭菜。好，可以炒一下，嘿，阿妈，海珍，你有做过沙茶料理吗？冻少，这海鲜能用。冲做咧下来，冲个线，好，放去冰下然后。金山已经手叉腰了，手叉腰了。没点钱，还是你要发声练习了？同山沟头一番，应该讲下来呀。好啦，好嘞，咱差不多了，已经决定了啦。对啊，没关系啊，我们拼最后一关。有点水吧，这样太干。可以啊，水跟胡椒都可以啊。其实应该许多汉堡会走呆的啊。我觉得这锅我都可以吃的，因为你们有一个先天的优势，是哈港因冻好些韭菜。要沏一些米酒嘛？不给起好吗？好，炒。好。我刚看了一个动作，我先让你讲，这是电磁炉，所以应该要那几都有番茄模糊。对，那只有爱跟发电，爱唔会本件热嘞，熊慢火耶。对。啊，所以该下哈，想问一下，看到你3种食材的时间了，你就是想到说，可以把它切悠，对，然后炒这样子，然后因为切细的，香肠的那个味道会更出来。那顺序呢？顺序就是先炒香蒜头，然后我们再下香肠，然后让香肠逼油逼出来之后，香肠的油的那个香气，然后再下油豆腐，然后把油豆腐稍微炒到外面有一点薄薄的脆的。就是有上色，然后它的香味会出来，最后再下葱跟鹌鹑蛋去提它的香味。哇！我觉得他很会讲，他比你会讲多了。我直接教你讲客家话就好了。你有煎的啊？有煎起咯。我们今天比较大方一点，加多一点的鹌鹑蛋。平常做生意比较不大方，平常要算食材成本，就一点点的，要算利润，要几克，对，要抓毛利啊，抓毛利。哦，请记我用克数都钱哦，是抓到这么精准。对，必须的。等一下煎起来之后会怎么？别煎起来之后，我们可以再对半切，然后去呈现它中间那个馅料的那个。然后或者是我们这样卷起来，我们的盘子不用调酱嘛，对，不用调酱，因为它里面的味道就很够了。卷起来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切开来看。哇！你要不要再包一个？然后我们这样呈现这样。你平常时一周都系差不多2道3饭哈。唔好眼豆啦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倒数了哈。好。天场马上来都算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紫色困难体馆内部卡米西卡站掉喽。然后呢，刚刚睇下对啊，平常地图现出的食材已經變出兩次出嚟，先對風吹啲一個家常料理，叫下來紫色困難，來。哦。因为人家本身哦，冻好些沙茶，所以无论沙茶做嘛料理吼，我都会有一点小偏心。来崩翻啦，崩翻啦哈，我们就帮酒没做的哈。在地的味道，因为我阿嬤，你比较纽西兰，我知道。没有，但是我阿嬤也是在地人，所以有很多那种阿嬤的味道，就是有客家人天性取向。香港最重要嘛，就是酱香味，一定係用調油米，就要用黐一下。所以我覺得整個味道就是我使用到阿婆啊，使用到阿妹啊用。咁我哋下帶大家強下落去湊背人機咯，一起來去紐西蘭，好不好？好，來，給了。好了，吃看那南區的料理哈。還有你當個係每番啊，這個嘿，首先讓雜嘅當新鮮，凍氣哦。對哦。來。今日用做正義的食譜菜誒，好香好，而且規個都比較多，菜尾有湯圓，米湯沒調得當好。食當清爽啊！唔可以當油啊，唔可以油，又唔可以講講鹹嘅。哦，一嗰啲水用湯鍋嚟煲以後，好食。本身你就拿玻璃吹啊？係啊，拿小麵，或者有食到啦。啊，今日飯佢真係種嘅食用花做嘅食咯。
其實好食落也是只有是話啲，人家真正係師傅掌做得出來嘅。高麗菜同嘅時間嘟嘟好，沒有過爛，切切包起嘅甜土。韓國嘅地北度嘅料哈，全部炒到肉梅，然後蘸從本身是肉梅，所以你沒有過多的調味。有菜有肉，然後也有蛋，就是非常均衡。係啊，非常均衡啦。還有發後形狀，還有發後切。係啊，你看。他才出手1/10是很厲害嘞！等一下期待佢天一館嘅表現，我先看一下2班是否用班評分哦。齊師傅搶半分數。哦，公出一分。等一下看一下迅吉師傅搶半分數。藍出一分，2班搶球。齊師傅搶公平。紅隊啊，其實咯，佢個豆腐乾那個甜不辣的梅頭又炒出來，加個沙茶醬又夠水落去，用少許煨煮，那個沙茶醬的梅頭就到個豆腐乾，那甜不辣的梅頭。哦，當好食。好，我咪我本個藍隊曾經多少創意點吼，皮皮係講解做個小鬆，我咪半一分。按嗰個捲嘅東西，話你看捲好以後，用硬過落去吹，本佢個就到個過濾出來沒有梅頭，是正常的樣問題。林師傅用乜公平？哦，其實兩做到當好生，後尾本藍推兩片分數呢，係佢個染蟲就剪過，佢個油脂就出來，啊出來了後呢，就撈了個油豆腐啊，佢個汁就吸到底度，啊就是吸到那個油脂啊，還有豆腐個香味就出來，啊過嚟吹啊吹個當好生，風推兩片呢，嘛做到當好生咯，佢個豆腐啊，哦就還有撈了個甜不辣就剪過，佢個醬汁就會吸附到裡面，啊使到當好生當香。第一關呢挑戰兩關，兩隊都要贏完勝，唔過生下來咁樣就看一下哦。呢個齊師傅帶來乜嘅好料理，我哋嚟睇自家分享呢。師傅出題菜。齊師傅呢，當有冇來到節目當中啊？看當然都係食好料誒。真嘅。今天肯定要帶來大餐吧？冇唔錯。今日菜名按到埋。黃金泡菜香中卷。哦，中卷，來，兩枚甜豆。而家中卷吼，還有嘛？絞肉，然後係泡菜。而且你的絞肉較油哦。較油誒，然後係細絞肉，比較瘦一點。8瘦2肥。好，還有嘛？泡菜。用嘛，撈水煮蛋，我等下調一個到嚟調味，便宜粉我等下做個勾芡。偏啲粉係用嘛做？哦，你還有玉米粉啊，我講唔錯咧，玉米粉。好，到時候嚟做飯。所以應該係講前面徐姐就講到只重點，按到香中卷的這個香。嘿，大白款7師傅幾厲害嘅素材喺度，你係咁樣時候，我幾結果都會半一家那種。那個叫什麼驚喜的感覺，有藏秘密的招式在。哦，他可多秘密了，他老婆都不知道。比方說口袋裡都有手套。對，好，你要切油哈。哦，那想問下師傅哈，你搞嗰個撈嘅泡菜，這個結合本身係從肉圓來出發。我愛到啲客家菜嘅風肉，苦瓜風肉，梅乾菜啊，控肉。哦。咱去嘛，這如果係凍食中會用泡菜來做菜吼。好，我都係用嘅五種，冇用麵粉，冇用嘅玉米粉吼。咱呢下這意思係講啊，家福下邊一下要錢啊。還有糖。我哋回順，攞一家吼，一家有食材。取得方便啊。因為我公公是捕魚的嘛，所以從那邊學一學。所以你們也會唱？釣魚釣魚，我沒想到會唱第二次，會咧。你絞肉啦泡菜啊，加個玉米粉嘅時節啊，調一個嗬，點點嘅染到湯。胡椒粉，唔係，染到湯。點點嘅熟啊，嗬，你係點點嘅熟。誒，你凍小魔用胡椒粉有個麼嗬？你像你泡菜要啊，買做嘅時節要洗過，有浸過洗過嗬。我當到沙，當到沙，未用鹹。所以從兩等下用中卷啊，所以叫肉會下多，也係泡菜也下多。差唔多係8:2啦，8:2。如果說吃起來摸矮蒜，總得加一點烏梅汁麼？做得啦，做得啦。然後佢取出來。所以你要把用中卷的意思，因為佢下大，莫是小卷啊，未做得。小卷下細啦，我做了有個層次感，我等下了用好有時間又要落去脆，叫切成一圈一圈。哦，我曾經吃過，是在這個中卷裡面包燴飯、燉飯。飯沒做得，很好吃。因為佢有個海味那個鮮味哈。
啊，仲嘛刚刚看皮上经做了中卷啊、小卷毛啦，跟外批都会白贴啦。给咸味比较不会那么腥啦。哦，像中原，因为用海参做埋料理很拍散窗嘅，最近都是用阿叔的龙虾。今天有机会有吗？水姑娘，今天没。今天有用过水姑娘，安太渣呢。哎，刚刚这个要让打洞。啊，做乜嘅咧？咚咚咚啊！咚咚筋。咚咚咚。咚咚嘅筋咧，合袂熟，熟程度合袂控咗。合會痛啊！唔係合袂痛啊！呢兩餐見面唔係半年內嘅。對啊。係半叫阿姐啊。不拿這該被哭得條哎。因為我不能吃筆管麵，所以我的海鮮應該比較多吧。好。沒有人給女主持人吃蝦殼的啦，不行。男主持人吃蛤蜊殼吧。對，因為擺低咯。懂懂的鸡啊，合袂熟，好像中医师哦。不用再塞更满吗？就是它鸡底部有加空气，气味会先空气一水，然后咚咚，然后因为等一下脆，鸡还会膨胀。你某咸炒糕？不是，就是给它吃它里面的味道啊。我水母也是这样，俺们弄个去蒸出来酱汁，能够淋上去。哦，也是用中医师啊，用啊。缝起来，弄给布力哦。中医师没有手术啦，外科。那家就是都不卡先最后便宜了嘛？做的。假使我看冇中卷，和做的用买鸡腿。花枝没做对啦，花枝也较不一样形状，是要香肉时候咧。花枝你阿妹攞去切贴。你要挑愛哦。挑愛啊，佢定下下醬。又頭又尾啊。又頭又下醬慢啊。因為時間問題落去脆差唔多脆差唔多10分鐘吼。應該你還要調一下。哇！所以你還有痛水係佢本身出來嘅。甜味，鮮甜味吼。那個湯一定超好喝誒。你冇果加水，冇果加酒吼。冇，是加醬油膏到染到通甜。你們沒有想到翁金甜那味哈？對。係啊，就冇講落翁金嘛。裡面還有翁金。還有金箔啊，你大白都會帶金箔。龍翁啦。南方。你剛好聽到左邊有一個人失望的感覺。亂拍5塊哦。5塊，等下半薄錢寫下嘛。好。港鋪也續接咯，亂拍就挺危險。好，永英。這個靜心知道嗎？沒來的才能講嘛。我就聽得到哦。講講。一堂黑糖西咯。應該提去擺地亂風，看做按用處理。做的也是上街應該都要做西餐的做法咧。最近還冇錢啊，冇賣金箔啦。你冇錢？冇賣金箔。咩啦？唔咁講，有錢的叫你食。倒條水落去，開房啊，半支做個勾芡。然後做醬啦。做醬。最主要是食雞的鮮味，落去豬肉的味道。鮮甜味。睇家你下夾定嘅嘴 M 哦，都皮都較甜嘅。超甜。好，差不多按用音然後再切中卷。哇！這個是哪個星球帶回來的啊？泰國皇室在用。蠻像的。東江。所以呢個薄皮之後跟鵝背就會拍，就會 pure。應該係要啲味道要較寬嗬。要玉米粉。所以就會一樣。好滑啦，會講澀啦。那泡菜現炒過長得香嗎？唔是唔怕。因為之前好像師兄就沙師傅講，現炒過會較香。較香，嘿。落水補香啊，炒過好香。你下春黃金咧。黃金。有點像是那個蟹黃啊什麼的。差唔多啊。跟卵石蛋起來水煮蛋挺啊。水煮蛋。沒有味道的。冇，其實夾了梅絲，夾了梅絲時候咧。哇！好，安尼是好。黃金泡菜香中卷。按鈕之後睡嘍。其實傅呢，真嘅厲害哦，看他去了，真嘅濃醬哎，蛋糕像是金箔，也有點像是蝦卵一樣。冇咁錯。來吃吃看啊。很香哦。係啊，海參撈泡菜，很香。好大
哦，东港面鹹鹹東好食，真係好食。當好食。係啊。記得豬肉留落去哦，就唔會講香配，啊就嘟好配的。對，嘟好安呢。我還多一點，就係當過的那種黃金，那個蛋黃又加粉，因為蛋的那個香氣都海產的地位都慢慢那種散開來，非常好食。酸酸的感覺，跟泡出來甘，吃的還口齒留香，吃得出就是台灣客家的那個味道在那個餡料裡面。阿舉師傅來講一下，哦，佢個料理個就是層次感都鮮明啊，啲都咧有個付出一個香味啊，就吃到那個客家人嘅精神，很培養都好食。觀眾朋友，家下應該要看詳細吧，後多不卡來製作唔會太困難，而不卡咩做得出題菜哦。唔過頭前一畢業，馬上來進行最杯面館嘅挑戰。料理大鬥士，大家顧客都要算係自家嘅好面試。兩嘴愛啲限定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面呢？一家之主，叫下來大鬥士咯！家下頭前呢一畢業，故所對最杯面館嘅時間睇起來好好了，變起來。風吹，我先來敲門一下，帶來秘密武器係乜嘅？鳳蟲頭。鳳蟲頭，乜人做嘅？係即個壁嘅，用豬油壁嘅。哦，唔係金山壁嘅。哦，唔曉得。最杯面館用嘢嘅做出來菜名係乜嘅？客家炒米粉。客家炒米粉。炒米粉。咁點樣要炒濕麵粉哦濕麵粉。香港人西郎最好食嘢出菜。我常常炒半日時人係錯啊，連擺煲麵咩記得。咩記煲？記得人係煲來嘅。對，炒半日食結果記冇來。哦，就是靜心的老公嘛。對啦，哦，靜心老公對他喊話一下。他把挖個坑給我們跳，然後自己跑去玩了。自己跑去玩了。好了，唔怕啦，整齊啦哈。那我們也來品嘗看看，睇起來都按我弄嘅呀嘅炒米粉。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加油！好，來看一下，攬出嚟一片哦，一定要200厲害咯。他們拿出來的是店裡面的大招牌，人家秘密武器係乜嘅？韭菜青醬。哇！日本嘅香港嘅青醬係用乜嚟做嘅？羅勒。我年啲係用乜嚟做？韭菜。你睇下呢種韭菜，我都是想講，攞來做韭菜青醬，本大家認識。香港呢啲用嘅係韭菜，咩推翻嗰種原生韭菜？日本改良嘅，唔會按嗆鼻。哦。下溫順，唔會按辣味。所以200做的叫青醬哦，做出來的料理全面按到乜嘅？海鮮對別個面。哇，又是一個西式料理咯。最每一罐了，等下兩沙阿姨老外先強下加油哦，有信心冇？有。好，兩組呢都已經準備好晒，現場馬上來倒算3、2、1，搶開始咯！我哋開始咯。一片係客家梅，一片係那種改良式的客味，用拌到熱天。你兩沙有試過韭菜的青醬嗎？冇咧，我未自己擺設。係啊，給你們大開眼福。等下去意大利，那現在先去客家莊，巴德一下。巴德。哇！阿姨嘅炒米粉最好吃，我來幫你標，這樣標對不對？這一層呢？這是黑豬啊，這個很棒。他們家的珠寶盒、地北獨摸珠寶都是這個豬皮呢。好可憐。客家媽媽做炒米粉，還需要再多加解釋嗎？我們問看好了啦，那咱就搶妹哈，哈，都帶人嘅炒米粉用不按上人生。當初為什麼給西龍這麼先講麼？就是因為炒米粉。他本來以為他女兒也會煮的。結果唔曉得，我太忙，唔曉得。這個媽媽煮時候。金山用為盲結粉，是因為高標準嗎？要用唔知咧，唔知呢。媽媽也想知道，對不對？不是有嫁就好，要嫁得好，所以對，真的再拿一次給我爸爸糖。等一下，他爸爸叫做陳真天先生。對，點破口給他聽一下。青苔狗，來預備起。青苔狗，你聽聲講乜㗎？你的金句。咩肉夾時候，夾到好。來泡酒。豬肉也沒有咩煎就好，煎的好。對不對？挺多樣的啦。你兩沙見面唔係半年來嘅，對啊。係半叫阿姐啊。半阿姐計被哭得跳誒。假設緊跟就加，他們沒有加嘛。我一直很愛的，我一直是跳下來的。對啊。
先不你别一下，好，然后这边这个真的不错，猪肉泡。哇，那个虾怎么长？这个是情人节吗？哎呦哦，大虾跟松卷。呀，哈贡有名吗？哈贡蓝钻虾粉是什么的？对，蓝钻虾。哎，日本来讲吼，野价自主是有74服长的安用准品呢，没有人可以超越它呢。你的食材有哪个东西？有哈贡，碧瓜面，汉，松卷，然后还有整块的帕玛斯气死，我操，还没冻好呢。这个是15年的帕玛森气。哇！好，是我不会分年份。对，没关系，这香气不一样，对，香气不一样，比较越放越久，它越浓。笔管面要下了，对，笔管面要下。对，我们要加油跟盐巴吗？对，我们可以加一点盐巴，因为意大利人他们都会用盐的水巴去煮面，然后让它原本面体就会富有一些咸味。哦，对。它应该哈贡就因为比较偏咯。对啊，又是木。对啊，我都切雷了。对，我划刀，然后确认它的内脏是干净的。虾肠啊，对，虾肠，他昨天没吃东西啊，对，难怪这么干净，它很干净，因为他们这个养出来都非常干净。哦，养，然后开背就是刚好它的酱料也会进去它的虾肉里面，然后它等下煮起了一个鲜美冻火款。因为我不能吃笔管面，所以我海鲜应该比较多吧。好，对，没有人给女主持人吃虾壳的啦，不行，男主持人吃蛤蜊壳嘛。对，应该就会摆对喽。我们蛤蜊壳抹不用 Lucky 哈。到时候煮好炒完的蛤蜊壳，我们会把肉这样夹起来、挑起来，然后肉放上去，蛤蜊壳抹不用 Lucky， 直接买蛤蜊肉，因为不一样，那个鲜味，因为我要拉它的那个蛤蜊煮开的那个鲜味，对，鲜跟甜，还有它海鲜的味道融入到酱汁里面。啊，应该青酱地板还有干嘛的东西？过关了，青酱啊，加了韭菜，然后有还有嘛干？还有帕玛森起司，坚果。核桃跟台湾在地的花生，然后还有一些杏仁，但它那个杏仁不是我们喝的那个杏仁的那个味道，是纯坚果，然后是烤过，然后下去打碎的。哎，你有加橄榄油吗？有。他在这边你会紧张，我知道。我们先把他带过去，好不好？我们74府县狗一口。好。那猪油呢？猪油碰，猪油拿出了丢掉了。不是啊，很肥呀，本来我是切3层肉来。其实你别狗鸡很美油啊！哎呀，你叫你表来切啦，蓝明静，做嘢好感人，见老猪油泡冰态。人家讲人家做什么风雨来塞，来塞哦，洗到强啊，酒锅是冇是怎么是猪油泡啊？白酒吗？没有，我是用刚刚这个啤酒，这边没有带白酒，对，早上喝掉了。没有，昨天晚上喝掉。昨天晚上啊，这里还2种不会丢水吧？对，有偏辣哦。哎，有点后悔呢。为什么？这怎么吃的？因为人家贵如一些血龙。哦，你连梗都拿来吃哦？梗是不能吃的吗？你不用吵了，我们吃花吃饱了，吃花吃饱了。秘密武器有松鼠已经落去啊，哈，放松头。他的干嘛的东西吗？他的干这个调味，你本係浸當水還是燒水？它滾水。滾水啊！滾嚟先咯，浸得一落去，垃圾下哪去咯？要不干？香油。香油。它干嘛干？跟那个对。胡椒粉。它就帶胡椒粉來。我这是中药店拆的，比较辣，比較香。做客家從地都會烘肉店嘛，主要唔係夾肉嘅，主要係夾胡椒粉。他們最主力商品就是胡椒粉。他們銷售業績有80%的胡椒粉。對，超過90%哦。你米粉會落去的嗎？對，會落去的嚇。好，那給它吸多久？要吸乾啦。好。并攪並炒，你要這個嗎？沒有。客家媽媽都這樣，兩斤快要走的。好，我們先過去了好。海鮮已經下去，先經過了。我大膽假設，該地方就水，唔係佢本身的水就係酒。對，白酒嗎？黑白酒。沒有，我是用剛剛這個酒，這邊的酒沒有帶白酒過來。對，忘記了。早上喝掉了。沒有，昨天晚上喝掉。昨天晚上。哦，大家。哇！快樂也剩夾皮類嗎？沒有，我們等下就是快速下去炒一下之後，那個蛤蜊就會先夾起來。對。加這個，然後整個海鮮味。你講凍好比較注油哎，凍好可能含了打開了時間，包這樣，會很像小時候玩的那個釣魚的那個魚尾釣魚哦，我重夠嘞。還有一個用心啊，那個面紙盒啊插花哎。對呀，
这是我们的仪式感。到底老太个小个，你的手，两技法还是两种法？这叫救吹法，要没黑救吹法。这个就是救吹法。对。哎，你就别看到呢。这两个都会救吹法吗？这就改良的呀，有救吹法。日本。这个可以生吃的吗？可以生吃的，可以吃。所以你要两种都会救吹法。对，你可以，你做的是看看。有一点香香的韭菜跟蒜味。你做的是看看，你都批看看。那哪一个比较好吃？都好些，两个都有特色，对，吃起来不一样的感觉，都可以用在料理就好了，不要吃一大坨，会很呛，有偏辣哦。哎，可以了，这可以起锅了。喂，不用炒了，我们吃花吃饱了，吃花吃饱。哎，有点后悔呢。对，为什么这董后生呢？跟热嗰時，因為我貴路一些食落去啊，熱好食落去啊，煮啲很難沖，就是會爛啦。它是鹽都鹽出來。我有辣辣的梅頭。哎，但是越吃越好吃，可是它的纤維比較重一點點。哦，你連梗都拿來吃哦？梗是不能吃的嗎？梗是要挑掉的。嫩嫩是做得些，難怪纖維好重。嫩嫩做得些，你該跳出吃它肉。开始赏花之后，我们就不会吃它的下面梗。哎，为什么不早说？等一下。因为你现在洗的时候，这个含苞最小，这个没有开起来的，这样子含苞起来，这样做的是救吹法。按救吹法，我按要翘起来，按圆圆呢，这就是走在学的嫩呢。因为我现在吃这一根哦，这纤维质按冻穷甘蔗，哎，是甘蔗。我们下笔管面哦，下去跟刚煮的海鲜汤汁一起煨煮，然后我们再加韭菜青酱去融合刚刚煮的那些海鲜汁。应该笔管面有煮几分熟？它大概煮到8分熟而已，然后就是要呈现出意大利他们硬传统中心有一点硬，它就是al dente的那个。意大利就是吃比较硬，对，中间留一个米心。对，大概煮8分钟。时间。本性是有挑梅头的，有现在就有调味。这个酱你应该要卖耶。好了，那我们先去倒数喽。好，等一下还有帕玛森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是我们煮好之后上面才会好上。调味好，没有用完的要留给我们哦。好，不用啦，你带回去，弟弟他们骗你。直接刷嘴里。天草马上的都酸。是。 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 时间到，马上就要吃这款啦！水杯暝一罐哦，利用煮都动厉害，来煮较沾的嘞。果然哦，水杯暝一罐的时间，台下真表现得很宽，实力现在马上发挥了。台下先来吃这款啦，客家年一听懂好吃的客家炒米粉。米粉当久哎。 因为佢講一層炒嘅關係，佢上嚟當一米頭都包括人家嘅秘密武器，油葱啊，油葱的，到底度去嘅，好食。風水兩套料理吼，其實最大優點就係用了非常嘅食材，每一口都食到嘅蝦米啊、看香菇啊、豬肉啊，非常香。我覺得客家媽媽最會做就是炒米粉。 俺媽炒的米粉就是這種客家味道，就是兩種的梅頭，兩種的香梅。客家味這個東西對後上音來講也是很難去複製，是因為是深植在台灣人原本的基因，它是一個精神，對，它是一個精神。然後它的那個米粉又煮得剛剛好，是帶有一點小 Q 彈的那一種，所以我覺得台灣的米粉是應該是要揚名國際的。哇，你兩沙佬記得有講到安好，這個是比賽知道哈？沒關係。 好，我們就要跟人家說好啊！巧。不過攬出嚟片咪係真勁好，對不對？叫來試看，這個我真的等太久了。哇，這是我有史以來吃過最好吃的青醬哎！我沒有說謊哦，我冇講發料，兩味係我人生當中食過最好食嘅青醬。其實韭菜為主哦，沒百搭，哎，沒百搭哈。 其實佢嘅中料地度是有功夫哦，地度有加 cheese 啊，看加有不用飯條啊、落 QQ 啊來煮哦，會一直接着一口，不會覺得說太膩。兩套菜哦，佢用嘅青醬係菜地嘅韭菜，係我們完全食唔到嘅。最尾係野上皮嘅那種帕瑪森起司哦，帶出的那個鹹度係非常自然嘅。今天的蝦子跟蛤蜊都是我們挑選品質好的，所有海鮮都是品質非常好。那剛好就看，因為他講有氣也冇氣哦，看看每一地嘞。你看包括了西這非常完全。我們今天總共的分數是就4分，但我自己個人分數最少10分有。哦，謝謝啦，非常厲害。謝夢。
好，我倒带师傅用慢评分呢，家家都看哦。师傅上牌用班呢，想要抢起师傅抢本分数。哇，蓝水一本，这是他第一次没有选择米粉。最每一票倒带系哪组呢？抢看林师傅。蓝水让嘞。那么本该红队哦，其实爱动好是米粉，对该米粉会稍微挑剔一点。是正常动用班呀，该注油的梅头油啊，会煮到该米粉地步，是都也还有口感，客家的梅头啦，是正常的原因。所以你含白炒时这油啊，该注油别个该注油泡油啊，向下炒，佢的注油啊释放出来。难对其实吼，该韭菜青酱吼，俺们是提110度，含了虾子全部融合到青酱，吃起来有含袂讲该涩涩的用班嘅梅头。水梅油用该帕玛森起司、入海全部融合在一起的，当好吃。好，来探看一下林师傅。哦，其实两组个煮到出来就整件有个饭店个等级的啦吼。俺要分了个南推分数呢，迄几个香味还有个层次，而且适度呢，大概救出个青酱，本来促强一下，就想说，救出用慢做嚟做到了青酱按用好食个，吼，俺自家嘛学到咧，还有四口人呢整件当好食。啊，凤腿那片呢，嘛做当好食咯，啊，唔过油脂做嚟多一丝丝咧，吼，像个其实讲个，哦，做嚟老了猪油啊，不用的低度，啊，有个猪油个香味啊，油脂多一点的时候呢，才会较好食咯，感谢。师傅呢，本太下建议，做的过来参考一下。不过不管用的呢，你蓝面记做的炒米粉还会交不开提名，连下成绩已经出来了，颁奖喽！场内跟场外的掌声都动太上呢，一摆来都也到毕业了，希望大家都动听，风景又好，料理又好，人又好玩呢。成绩已经出来嘅，风吹得到1分，蓝吹得到3分，先来恭喜蓝吹咯。好，我恭喜蓝吹了白系大挑名，得到系3000Q 嘅加菜机。谢谢，希望大家。我们真不一样了，厉害2个礼拜，一个系吸带式深层护理的冲牙机，另外一个呢系牙嘅粉样梅森果汁机。我感觉那边比较好。静心刚才扣印进来说要加码6000块的。有哈，我听的是3万呢。有是3万吗？你小心被打。先来看一下蓝吹的片哈。哎呦，我这外甥太优秀了，挺优秀嘞，感谢。真的是太厉害。来，到大家分享一下今年的感想。很少有机会来这种参加节目，所以在节目上面煮东西是很好玩的。就是他真的很用心，做每一件事情都付出用心。狗姐白感强一，谢谢。再下来我们看一下风吹哦，虽然公司被推下海的，是吧？对，挖更掉的。后告某啦。报告啊，你是志在参加，没讲会得奖啊。哦，了解好了。好可能啊，那你有没有感谢妈妈一下？不太敢太推销它，因为其实平常都很多人都会想要吃他煮的东西，但他已经很累了。哦，对，怕这也难得经验，因为妈妈替拜送天师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一起留下美好的回忆，案子飞了。你拿这个口也哦，青豆料理熬年，陆空行的哦，大家全部都准备做出来，分享大家跟下来哦，来挑战看呐。哎呀，你要摆个主题哦，非常的盛情款。风吹嘅片係客家梅，攬出嚟一片哦，結合嘅異國嘅風情哦。無論樣板，都歡迎所有朋友共下來報名參加比賽哦。一家之主等等你共下來都要到位嘅好料理，分享不卡嘅好美食哦。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